哼哼哼，拿着。陛下！兰花，我，陛下。 陛下，陛下，表哥他打我。蒋路，父皇，我没有动手啊！你没动手，难道是华佗自己摔的吗？刚发完你又生事，太子府门前玫瑰够，你还想去敬情？你这穿的成何体统？陛下，从小到大都没人这么打过我，可是今日表哥却对我下如此狠手，看都要留疤了。一定很疼吧？快呀，传太医呀！班花，你闭嘴！你等着啊！别哭，别哭啊！朕给你做主。是。二殿下误伤班郡主，快宣太医！班郡主被二殿下打伤了，班郡主的胳膊被二殿下打折了。什班郡主快被二殿下打断气儿了啊！快带过去！郡主还有气儿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陛下，还不快过来给郡主看看！是。郡主。哎呦！都是班画的错。纵然二殿下刁难拦住不让我走，还嘲笑我连连被退婚没人娶，更是出言辱没我的祖父。 画画都应该承受着。班花，你二殿下，你要是还不解气，你再多打我几下吧，你把我胳膊卸了都成。谁让我祖父去得早呢？郡主，容嬷有句话，必须要讲。郡主身为臣属，怎能与二殿下发生冲突？二殿下身份尊贵，就算他动手在先，郡主也不该如此。 父皇，班花他一向狡诈，你要相信儿臣啊，这都是他……你闭嘴吧！不，真的是他自己摔过去的，儿臣没有碰他啊！朕也要你闭嘴！班花，你能不能别再演戏了？今日是不是你先动的手？陛下，是小女子先动的手。你看，朕不信。二皇子德行有失，你学的礼仪。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是吧？朕罚你回到书房，抄写《礼记》500遍。写完之前，不得离开书房半步。父皇，我才是你亲生的吧？父皇，退下。父皇，我王德，二殿下，那您就请吧。 哼。